作為計劃成員，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申請？積金易平台令僱員能夠喺相關強積金計劃轉移至平台後，透過積金易提交申請，從強積金賬戶提取由僱主供款所累積嘅強積金，以對沖僱主尚未支付嘅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請留意，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於2025年5月1日，即係轉制日正式生效。如果僱員嘅受僱期橫跨咗轉制日，該僱員嘅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金額需要以轉制日為分界，分為轉制前及轉制後兩個部分。有關詳情，請參與勞工處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嘅專題網站。如何透過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申請？登入後，喺主頁選單按我的賬戶選擇更多服務，然後按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選擇你需要申請對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嘅賬戶，並按下一步。如果你喺同一個僱主名下有多過一個賬戶，系統會自動點選所有相關賬戶，輸入離職理由同你嘅最後受僱日期，喺享有長期服務金、遣散費部分下選擇時，來自僱主嘅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總額將會顯示喺各個強積金計劃下面。輸入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資料，尚欠成員嘅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嘅金額，包括轉制前及轉制後嘅部分，都會根據你提供嘅資料自動計算。選擇銀行轉賬或支票作為付款方法，並輸入付款詳情。上載所需證明文件以證明你有權獲發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而你嘅僱主並未向你發放該筆款項。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按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並按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申請。有關結果將透過電郵或者短信向你發出。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了解更多。